来到度假村，特别这座2层楼高的在线所吸引每位所游客招财祈福，嘛是上喜气的打卡景点。特别现在防疫期间，全家伙仔行出户外，亲近大自然，就是上健康的休闲。所以度假村迎接过年，对初一到初四嘛特别诉求亲自登录，推出魔幻泡泡嘉年华，利用泡泡创造出各种料想未到的造型。让大人囡仔拢感受年节欢乐气氛。有吗？有吗？你有摸到吗？再一次，再一台大飞机来喽！这是什么？对，有没有兔子的帽子？这边的环境很好，而且就是现在还有推出那个泡泡派对可以玩，就是可以过年期间可以带小朋友来这边玩。对他们有吸引力了哈。对，我们在日月门口这边树立的一个5尺高的一个财神爷，就扭转乾坤财神到。那因为现在的一个疫情呢，我们都希望亲友呢或是亲子活动呢到我们户外来做一个游览旅游。那在户外是一个比较健康安全的环境，那我们也推出了一个魔幻泡泡的一个嘉年华会，让小朋友呢在春节期间呢到这个广场里面呢可以尽情的一个欢乐，尽情的游玩，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活动。根据度假村统计，来这大房主要消费族群也是以桃竹苗上济。这摆受疫情冲击，原本8波人客预定大房的，因为预期不安的心理，这几天开始出现退房，目前已经有4成的损失。不过业者强调，一定会持续落实防疫，让游客安心。防疫状况呢，我们也是遵守中央所发布的相关的一个程序，还是保持一个我们社交的一个安全距离。那我们的餐饮呢，都有做一些隔板的一些动作，防止在用餐的时候有一些飞沫的一个传染。那另外是在自助餐的区块，我们也提供我们的游客呢，或是我们的这个餐饮的客人，在取餐的时候，戴口罩。那要用餐才把口罩取下来，这样的一个防疫措施，避免这样的疫情会在园区会有扩散或是发生的事情。为了防疫加强，加上拥有丰富自然生态环境，业者为了吸引大房人气，嘛祭出999纯金红包等贺礼要来抽奖，让游客享受难忘的春节假期。今日新闻，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。